在高雄左营莲池潭附近，日有强庙举办绕境活动，说伫个左营大路顶路段放炮啊、放烟火，规条路拢是烟，引起民众埋怨。高雄市环保局、消防局也有警方拢到现场，发现到空气污染，也有这炮啊互拢无并进行，总共甲因开27场的罚单。新桥加加大，炮啊特别加大，信徒的沙面和乌烟混搭变红色，有伫高雄莲池潭附近，当地强庙举办绕境活动，放大量炮啊烟火，造成左营大路、左营下路顶沿线道路拢是烟雾，不管的民众路也铺就望海惨。有那个水车跟后面用花啊，个人个在跟后面个用车子来清。居民退票方讲话表示，强庙有出动人力甲设备沿道清理，也毋过环保局到场先前发现，乌烟造成空污，各部分所在无清净气，以空污法甲废清法开出14张罚单。环保局接获10件陈情，燃放鞭炮产生大量明显粒状污染物，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。环保消防甲警方拢总开出27张罚单。消防局表示，虽然宗教活动放一般的烟火无需要申请，也毋过现场炮啊违反产品说明对抗释放，已经违反高雄市炮啊烟火驻地条例，会依法开罚3万。对大家感到不好意思。那后续的这些处理动作，我们都有做马上处理的。那也感谢所有的民众有配合我们，那对我们有所包涵。二是下昼工作人员伫强庙门口贴图布置，庙方回息的表示，因为头一摆办大型活动，对相关规定无够清楚，才造成善后无周全，已经派人加强清洁，也会检讨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